李登辉前总统会当讲是台湾上有权力的人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后生李宪文鼻咽癌，32岁就过身了。李登辉甲对故囝的爱全部转到查某孙李坤仪的身上，对伊是非常的疼惜，甚至为着查某孙来改婚改酒，都是希望会当食较长岁数咧，他来陪伴这个查某孙。2015年，李坤仪嫁翁。拜别阿公阿嬷的时阵，李登辉是唔甘脑梗啊，甜甜甜。阿公哦，阿嬷哦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这句话，讲这句话就真好啦。前总统李登辉难得伫镜头前情绪遮激动，这个敢是上甜的查某孙仔李坤仪嫁翁的日子。啊，你有透早唔甘唔甘啦。但是你原来就放手吼，可以去吼，可以吼，家己自己吼建立家己的家庭吼。离婚拍几婚？你家己拍几婚？90分啊。当然，本年才有法度带历届掌上明珠，2015年李坤仪交往7年赵展凯，就算李登辉伫婚礼前2礼拜才因为中风入院。因为议员坚持要参加查某孙的婚礼，大家可能真好奇李坤仪是安怎偏名叫巧巧，原来是因为伊自细汉就乖卡好追。白头毛尾挂目镜，读国小李坤仪伫台顶跳舞，搁兼讲证件，一点啊都唔惊千分。可能是遗传到阿公的好口才，李坤仪最后上关票当选驻地市长，听爷李登辉为伫总统官舍办儿童书店来写票。对李登辉来讲，李坤仪除了是查某孙仔，搁较像查某囝。因为李登辉的故囝李宪文，伫32岁因为鼻咽癌过身。迄时李坤仪才8个月大，李登辉将对后生爱完全耍到查某孙仔身上。这个查某孙仔李坤仪嘛无辜负大家愿望，伫伦敦读完政经学院，高转到意大利主修精品管理。伫厝内，李坤仪是李登辉的宝贝查某孙仔。伫上班场合，伊是代理家具品牌女强人。根据了解，李登辉在生时上爱去店内探李坤仪的班，过烦恼店内无生理，对查某孙仔是疼惜佮关爱。李坤仪闹赢对陪阿公。不管是去日本还是去英国，李登辉去倒位参访，悄悄闹赢，一定会陪阿公做伙去。李坤仪嘛讲，较早若暗时较晚转去，阿公就一直敲电话，讲台负责却是真严格。现在第一家庭确实无娇气，李登辉捌讲为着巧巧，伊改婚改酒，就是要活较久咧陪伴这个查某孙仔。如今冇看到干仔孙出事。伊就敲电话给我嘛，去甲抱一下吼，迄时真好势。什么名？你敢有家己考？也袂。李登辉晚年升格做阿祖，依照主持医师咧讲，虽然李登辉入院了后期真无爽快，因为看到查某孙仔影片，目睭就会真有神，充满自爱。如今李登辉过身，甲上疼查某孙仔天人永隔。这个成阿公迄一半的疼爱，又搁成老爸迄一半管甲家己的阿公，对李坤仪来讲，一定是万般的不舍，悲痛万分。